有没有这东西？看着。其他全身进来都是正常的，然后拜托。你到底是不是家人？你到底是不是家人啊？我们也是家人，我们也是家人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这样，我们也是家人，那請問你是家人還是誰？我不知道。我們也是家人，你知道。呢條片係早幾日喺台灣拍攝，事主係號稱台灣車無界林志玲、蔡宇森，響打完俗稱牛奶針之後昏迷嘅第11日喺醫院影到嘅片段。就咁睇，係咪以為病人家屬跪響度要求醫護人員繼續搶救事主呢？但係實情啱啱相反啊！呢條片跪響度嘅係病人嘅閨蜜啦，向病人家屬求情啦，希望病人家屬咧冇要求咧係放棄拯救。咁但係最後咧，蔡宇森嘅家人咧都係選擇放棄拯救，最終響尋日即係6月12日離開人世。呢件事響台灣引發好大迴響，輿論指責蔡宇森家人為咗得到賠償金而放棄繼續拯救佢。而早響蔡宇森昏迷嘅第5日，佢嘅阿哥就問蔡宇森嘅閨蜜，佢嘅名牌手袋係咪真貨？懷疑係想將佢名牌手袋賣出，而導致蔡宇森昏迷嘅牛奶針呢，雖然聽起嚟好似同牛奶有啲關係呢，其實係一種醫療用藥。學名係異丙酚 Propofol， 因為佢外觀白色似牛奶嘅，所以就有咗牛奶針呢個稱號。牛奶針主要用喺醫療程序入邊，係一種短效麻醉劑，主要透過靜脈注射幫病人快速進入睡眠狀態，或者喺醫療程序入邊保持鎮靜。以下係佢嘅主要用途：一、全身麻醉。喺大手術，例如心臟手術或者腦部手術咧，牛奶針咧就用嚟幫病人入睡同埋維持麻醉狀態。二、真正治療喺 ICU， 喺牛奶針會用喺需要機械換氣嘅病人身上，幫病人保持舒適同放鬆。三、醫療程序鎮靜，響小手術或者診斷程序，例如無痛內窺鏡檢查、牙科手術或者醫美療程，包括抽脂、隆鼻等。會用牛奶針幫病人喺短時間內進入深度睡眠，而其他啲用途呢，喺一啲特殊嘅情況，例如治療頑固性癲癇狀態，牛奶針都有可能被用上，因為佢可以快速控制神經活動。牛奶針常見嘅副作用呢，就包括注射部位疼痛、血壓下降、心跳減慢、抑制呼吸、心嘔吐、頭痛同皮膚疹。而喺一啲罕見情況下呢，牛奶針可能引致更嚴重嘅併發症，包括異丙酚輸注綜合症。呢種症狀包括乳酸中毒、高華血症、肌肉溶解症同心臟衰竭，可能致命。多數出現喺長時間高劑量使用牛奶針嘅病人身上。過敏嘅反應，對大豆或者雞蛋過敏嘅人注射咗牛奶針之後，可能會出現皮疹、喉嚨腫脹或者過敏性休克。上癮風險，牛奶針有潛在嘅濫用風險，因為佢可以帶嚟暈眩感或者類似高潮嘅感覺。長期濫用可能導致心理依賴。牛奶針係非常普遍嘅麻醉科藥物，佢嘅優點係作用快，通常30到40秒內生效，代謝快，藥效會響4至6分鐘之內消失。病人喺程序後通常可以好快恢復清醒。副作用呢，係比其他麻醉藥少嘅，不過如果劑量唔啱或者監測不足咧，可能引致嚴重後果。而根據台灣傳媒報道咧，蔡宇森因為失眠問題，5月25號響親友推薦到涉事嘅診所求醫，當時嘅主診醫生亦都幫佢注射俗稱牛奶針嘅麻醉針之後，佢突然昏迷，失去呼吸心跳，送院搶救，送入 ICU 留醫，最後由於陷入深度昏迷，家屬放棄搶救，亦即係翻去一開始嗰一幕，閨蜜跪求家屬唔好放棄治療嘅畫面。而根據香港醫院管理局嘅資料，牛奶針喺各種手術同醫療程序入邊都好普遍，係需要接受到嚴格嘅監管，只可以由麻醉科或者重症科醫生操作。醫療機構必須配備監測設備，例如心電圖、血氧濃度計同血壓計，確保病人喺使用牛奶針時嘅安全。醫療環境仲需要有急救設備，例如人工換氣裝置同氧氣供應，以應對可能嘅緊急情況。
根據牛奶針喺香港通常由醫療機構提供，並需要醫生處方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。而大家如果係有去外國等私人診所入邊接受醫學美容嘅話，就要揀翻一啲有規模同埋信譽良好嘅先好幫襯。唔知你又對呢單新聞有咩睇法？我哋係時事菠蘿雞，如果你中意我哋呢一條片，就幫手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。